朗天苑收樓嘅日子就嚟到啦。如果你哋攞到嘅係細單位，但又好想裝修得好有格調，快啲嚟參考下呢圖。一入屋靠窗間咗休息區，黑色造型趟門間隔零舍，好睇野眼。入邊全鋪地台仲連埋衣櫃一齊設計，將空間用到盡，一啲都冇浪費。行出嚟再睇下，門口呢度嘅鞋櫃串聯住卡座，唔單止夠晒靚仔，而且收納空間一樣唔少。對面嗰條過道呢，我哋將電器融入組合櫃入邊，客人一入門呢就可以睇到。再留意下客廳，兩邊嘅牆面都有造型線條裝飾，互相呼應，成個客廳即刻顯得簡約又高級，真係好難唔中意。如果你都想自己朗天苑嘅新居裝修得咁靚又有格調，就唔好猶豫啦，快啲聯絡我哋啦！